好啦，乡亲朋友，俺聊过后啊，轉到嚟節目當中咧，嗬，你今日來到大家強下咧關心到嘅啊，或者啊更年期嘅朋友呢，嗱，啲啊唔有呢度嘅鏡頭，韓國用辦來照顧到呢個，應該韓醫嘅角度來講咯，嗬，阿祥，你下轉到喺節目當中，我夾夾來從嚟請你范強醫師老大家來講到，頭先應該提到按到嘅啲鏡頭咩，嗬，咁講呢？因講到啊，吼，到咧開始因講到經驗去有來之前呐，吼，到來之前呐，有一隻部分按照因講來時嘅時間，吼，來時因講咪量減來減少，沒有因講，佢可能咪一擺一下動到啊，因講嘛嘅，因講雪崩，翻譯講雪崩，韓國因講係對佢量動到咁樣，從咁樣嘅一隻情形來講，算正常嘅，也係講到係看體質。你好，都係體質就有關係啦，哈。除了體質以外，哈，佢到更年期嘅時候啊，佢兩邊大和小，韓國時間嚟往前也然後，所以佢講到係正常嘅。佢來時時間咪唔問題，哦，有當然可能佢一隻週期哦，可能佢到日，可能講28日來講，佢可能咪變做20日，也係變到30個日。也是係唔問題嘅一段時間，因為佢係荷爾蒙又啊紊亂了嘛，好，荷爾蒙呢是管控你嘅月經來嘅節律性嘅步調，好通知，好像啲節拍器用，好去通第一，好其實咧也是當標準嚟加個制度用，好一個規劃一個軌道，因為更年期嘅話，因為本身荷爾蒙，哈腦下腺，哈分泌這些。管控的這個步調，因為它嘅荷爾蒙慢慢減少，雌激素減少，所以講你睇到組織跟器官有啊，沒有命令，沒有訊號咯，而且有啊，其實唔對用先做咧，所以基本上有啊，所以變成講時間上有啊，之前然後又係講來量來少來多，咁我感覺吼，之前然後到量少咧都有號稱荷爾蒙問題啦，荷爾蒙是降哈，所以降是降量多。因為你達完度嘅時候啊，係會引起貧血啦。哦，一下按度係，時間可能咪會合衝到啊。係，好你一點，韓國一點咧，你量度嘅研究啊，吼，即個係嚟小組條，你係咩有嘅？按你講嘅子宮肌瘤，你有子宮肌瘤量有度嘅發育啊，所以下手見到我一定係本吼中西醫去看，尤其西醫嘅有啊，去追蹤膜片檢查咧都有。好，因為量度嚟講，我講嘅經驗都到幾隻案例哈，生死變癌症嘅幾率下，感覺講下到啲喎，唔係講一定會，但感覺講會下到，安尼盡量是講冇面臨到這種問題，而且哦提早預防、提早治療，哦，你講初期感覺講佢開始發現有點這種癌變的現象的時候，有啊哦，你啊確實咪動情譜，你係講。用腹腔鏡嚟講，用先把它摘除掉。反正按你嚟講，更年期也冇會再個強勢好咧。好，佢器官，好，你早晚佢荷爾蒙沒辦法停停，就算把它摘除掉，按你咪冇要緊。好，所以你一點是講溝通一下。哦，你一是講，鄉親朋友，假使自家本身有嚟講，子宮肌瘤嘅朋友啊，嗬，你僅僅是愛降心的注意到，假使講太血病啊講啦，嗬，在量動到嘅時間。你啊，時間都係去人吼，來看下吼，就有可能吼有兩個變化咧。吼，你啊是啲提倡鄉親朋友嘅部分。係冇錯，一點吼是講到更年期嘅時候啊，吼，除了安尼講，家下講啊有啊，因為個荷爾蒙影響，變成講伊情緒焦慮啦，變暴躁易怒，然後每一種現象，還有啲有啊，是變成比較憂鬱，然後。通一家人都不怕些就話嗬，會胡思亂想，對有國語講悲傷欲哭啦，這種通是想到買事情是叫，還一點是講咩啊？這杯弓蛇影，風吹草動。但講你從安尼年紀有啊，安尼時候睇啲啲是講，可能怕是的安尼頭太好，住校，冇得不怕，安尼空巢期嘛，對不對？安尼先學搞超群，那發生乜計？含化案件嚟些就話收到唔會順啲咧，嗬啊天花見打我見門，嗬來回去咧，嗬走得有轉咯，這是媽媽的愛心。但是同時，我們也要想到媽媽這個時候也無形中給自己精神上的壓力有啊，個砝碼一緊壓，事實嗬，安尼想清楚，沒有必要。關懷打電話可以，但是我剛講
跟降按降到讲按全的按计是唔足咧，係真是有安尼問題嘅朋友啊吼，你本中醫西藥啊看，好疏解一下，來講那條藥個血，哦和緩一下你的焦慮情緒。所以假使講你自家你下本身吼有了解，頭先醫生講到嘅你下情形，你下會燒，下會緊張嘅時間，你可能來看韓醫還看西醫吼。本自家心情做得調整到合偏穩到啊，吼，咁樣會合好到啊，就唔係講應講啊問題學見來見嚴重。係冇錯，呢一點吼，因為影響嚟嘅範圍又要動很廣泛，哦，這個會影響到整個居家生活嘛，對不對？你整個晚上睡不着，你白日見到安尼就走偏手了對哦，哈，啊睡得身體很硬呢，就躺一傾頭咧，結果也唔是睡，啊唔少冇睡，前日要上班，哈，你講嘅工作坐辦公桌還冇要緊，還見到時差呢。哦，個時差嘅是麻煩咧，進行動差，天然是，所以講這個影響層面嚟講是還太大哦，哦，你說也是手片來注意，然後注意按到可能心情嘅變化，韓國講男性身體吼有哪啲會有變化，來注意，講到了身體嘅變化，即有的朋友記得可能會因為大隻黑潮。好，佢可能講到你嘅嘛尿失禁嘅一種問題吼，你從安樣會影響到佢嘅撒狗嘅問題。韓國人講到係會落頭那麼，呢一個問題係強量嘅原因來引起嘅。呢一部分吼，按你講，因為人吼老化嘛，好，因為到更年期是表示你走入這個老年了，好，老化現象。按你按先講嘅尿失禁那部分嚟講嘅話，又話中醫嚟講，佢嘅認知係脾腎，好虛。那脾虛，因為我們嘅脾主肌肉，好。哦，肌肉是冇力咧。係，而且括約肌有啊，括約肌是變成冇力咧，好。因為婦女嘅尿道下短，幾公分田，還有15片那些就話，你看下衝到，大家黑秋天，你是會被漏尿，會漏那個尿失禁的現象。那你情形嚟話吼，因為佢牽涉到剛剛講嘛，一個脾，一個是腎，兩者嘅功能全部退化咧。佢哋會影響到，然後你的膀胱的，哈，等於說一個中氣不足，中氣下陷。那腎臟的話影響，等於說下緣不顧，好引起這個它那個中筋，我們是講括約肌，哈，變很弱的那些，你按那個情形嘅話。水龍頭用啊，15片那些有啊，該是漏尿嘞。那你情形是尿失禁，你是動肩節，你講有等於他看到你毒喉模縫片些，所以皮都該味道，哈，所以用社交會影響。按來吧，一般人來吧，真的會很憂鬱，然後很不願意出去。你已經有這麼多問題了，以外，有按來問題出現些以外，你有更拒絕走入人群，按那些以外，你是封閉自己。更焦慮、更憂鬱。有辦法按調個方法，比如講，可以。按啲韓醫嘅方式做得調整。做得。事業部分按我們講啊，中醫嚟講嘅話，又話你係講本身先執到嘛，也係講配合你嘅徵兆哈，亦都有嘅身體其他的部位。別人看起來你偏脾虛，一般都嗰啲所用埋了，該補中益氣湯啦，對啦，好來做調補、提補、提升，哈，把該括約肌的那個能力拉伸，好，這屬於脾虛引起的。那屬於腎虛的部分呢，哈，按一般來中醫的朋友買像縮泉丸啦，哈，腎氣丸啦，對哦，加強這個膀胱的這個功能，還有腎氣的功能，這屬於這個中醫的理解和認知啦，哈，有效冇？人家東西嚟講，哈，用上1000年來的哈，絕對有效，但是是講，唔係講兩包吸落去，稍作是馬上好，它會逐漸的改善。天天的啦，冇辦法講啊！你下有個吸落肚子有見的哈，冇辦法按樣去哈，然後要一段時間哈，要耐心來食。除了啲點嚟講哈，你從也是外在口譯上部分，你這個部分容易改善呢。那感覺好，最長，這個讓你婦女朋友做溝通還是講希望建議啦，是常做提肛肌的運動。提肛肌那種，因為屙尿也係講屙屎啊，些就話，因為人那個大便尿那種神經，有辦法縮，縮點，收縮，隨着呼吸又啊，吸氣那些。
好，安尼缩一下嘿，都吐气先慢慢变，有冇几下用体松体咯？哦，即係學講用班好好的控制。嘿，你平常时有锻炼，安讲哈，胖子可以吃出来，可以吃出个大胖子，但是力气不是靠吃出来，是靠锻炼。同样的，你也括约肌肉啊，哈，摸力的话，你要怎么样让它变成有力，就是锻炼嘛，不是说你。靠吃中药就没问题，中药只是一个引导改善，让它比较那边的气血循环啦，会改善。但是最主要还你来锻炼，还你来锻炼，嘿，那你是讲有很多些就话你也炒菜也好啦，来讲安尼话做家事啦，晾衣服了对啦，来讲很多些很也好。那你轻一下又好，你有法度做提肛肌的运动，你也唔会讲不应感觉讲你做买动奇怪的运动，然后动减少，唔会啊，你行落去9年洗不透，9年咱9年行，一定有帮助。那建议易豆反家又啊回诊那些就讲种，感觉上是有蛮大的差异性，有見效咧，絕對有見效。你一部分嚟講嘅話，我還會建議是講樣，很難好嘅方式係講，按當中要話時間上要話模仿片式爬樓梯，按你話係講帶2-3年排沒有效，按你行樓梯係說要話效果很難好。因為按你行樓梯要話，你看按你行樓梯4樓5樓嚟講嘅話，行步數條條血咪白浪鋪田。你行白浪鋪嘅時候，你可以把它行啊急掉嘅話，因為覺得有點喘，去鍛鍊心肺功能。你講你行平路行100步、200步、300步，腳啊唔會酸，像我眼不會喘，對不對？你講減齡是不是我哋按練提肛啊？有啊，效果有冇？有，但是嚟講，實際上你也做過，你來體會啊，來體會講行樓梯效果絕對比你行平路效果還要好。所以講你喺運動結合起來，用行樓梯又夾石頭，又能夠鍛鍊心肺功能。你更年期嘅時候啊，你的心肺功能一定往下掉。就會變下好多咪強用要練到咧。你講心肺嘅功能，講到行呀腿派，你講記得來石頭講腳力啦，用行到3、4站了來講，天才會有嘅效果。所以呢，係頭先來講到嘅講到營養嘅嘢，第一下呢，你行我來講到嘅係講咧，綠頭那麼嘅一隻部分，綠頭那麼講上來啊，要買方法做得到預防，先來聊下家下來大家來講到。